官家，夜里风凉。公主这时活，果然引得朝臣关注。司马光知道怀吉回来了，他上书让朕不改前命，便诛怀吉。那官家不能这样做。言官们怕是不会善罢甘休。走一步是一步，我能护他一天是一天吧。一份奏书不理，便10份；一人进谏不理，便10人。我倒看看官家是不是要为了这个没教好的女儿，便要抛却礼仪，不管人言，将皇室体面彻底不顾了。我现在儿女双全了，罪星来呀，得好好教导。谁叫他是我儿子呢？如果慧柔是女孩家，我可以尽情的宠她。她会是国朝最幸福的女子。你看他们，去年株洲多罹水旱，鳏寡孤独流离道路。司马学士上书，希望朕减少游幸，罢上元关灯，以免恤下民，安养神圣。朕却决定不罢灯会。正是因为去年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事，所以朕才想借此佳节，与历经苦难的万民同乐，而并不是为了满足朕一人的游官之心。灯会是这一年东京最欢快热闹的日子，百姓劳作了一年，在这一日合家欢聚，共赏灯会，在璀璨的灯火中期盼来年。若是罢了，太让人没心情了。官家圣明，官家圣明。慧柔，你可喜欢啊？喜欢。如今灯的样式比从前更多了。呀，那两个女人要打架吗？那是女子相扑，是2位女子
比是力气、技巧和头脑。廖子，去取银卷，赐女相扑时。是。陛下，宣德门乃国家之相位，皆上有天子之尊，下有万民之众，后非侍旁命夫纵观，而是妇人裸戏于前，待非所以龙礼法，誓似方也。秦每年都这样说，朕都会背了。只是上元节女子相扑是传统百戏之一。东京臣民观此表演已成风俗，每次比武，观者如堵。相扑是装束，百姓也习以为常，并不觉得有何不妥。今又为何强令罢举呢？子曰：“非礼勿视。”女子袒露肌肤，乃寡廉鲜耻之举，而观者之士有违圣人明训，实属无礼。大宋受命于天，太祖太宗常告诫臣下：天下之祸生于无礼也。无礼，则坏法度，败风俗，久之天下荡然。臣民莫知礼仪为何物，势必天下大乱，士作不勇，败亡相属，生民涂炭。今若不禁这女子裸戏，国中淫靡之风日盛，将招致恶果。陛下，不可不防啊！卿的意思朕已明白，请卿先回列，继续欣赏百戏。此事我们来日再议。陛下，此事已经拖了2年，岂可再次言而不决？陛下决策，当以事理为先，不为非礼，宣布善化，消朔恶俗，如此才能长治久安，使天下臣服，万民归心。臣斗胆，恳请陛下即刻下旨，颁布法令，严加禁约，使今后妇人不得于街市以此聚众为戏。臣斗胆，恳请陛下即刻下旨，颁布法令，严加禁约，使今后妇人不得于街市以此聚众为戏。司马学士劝谏之时，常提祖宗家法，想必是对太祖太宗皇帝的教诲都是很信服的了。当然，太祖太宗睿智神武，公勤万机，人主英明，群臣摄服。既如此，对妇人相扑一事，太宗皇帝已有明训，司马学士又为何不理？太宗皇帝何曾论及女子相扑？当年太宗皇帝上元关灯，冯整亦曾说，女子露乳有伤风化，请他对女子相扑一事下禁令。太宗皇帝便问他，适才那2位女子相扑事中，最后是谁获胜？冯整答不上来，太宗皇帝便笑了。今日我看了一场精彩的相扑比赛，而卿看到的只是裸戏女子露出的双乳。
现在我也想请问司马学士，刚才那2位相扑士中，最后获胜的是哪位？太宗皇帝又对冯拯说：“所见即所思，人性无染，本身圆成。只要保持清净心性，那些虚幻皮相又岂会引起淫邪之念？卿忧心至此，是把天下万民全看成阴险小人了。司马学士力求禁绝妇人相扑，莫不是对大宋臣民全没信心，亦或是质疑圣上对子民的教化成效？”太宗皇帝此事可有明文记载？自然有，就在《太宗实录》里。司马学士难道没有看到过吗？臣看过《太宗实录》数遍，但是不记得有此事。那就请学士回去查查实录吧。臣惭愧，竟然对太宗这一训谕毫无印象。臣今晚回去，定会连夜翻看实录，定要找到这一条所在，重新研读。朕方才仔细琢磨，觉得卿说的亦有道理。女子相扑本身虽是教力竞技而已，多数人亦是因此而喜欢。但是朕亦听闻，有些别有用心之人，在勾栏瓦舍，让柔弱女子袒胸露背，行动扭捏作态，更有富商蓄养女奴，让其在府内演练相扑。此风一再蔓延，委实有伤风化。不如这样，请今日回去再细作勘察，上一份详细的奏章，朕看看如何既让这项百姓乐见的禁忌得以继续，又不至于由此而起淫靡之风。官家眼界高，心胸自然宽阔，意见也就更周全了。臣惭愧。爹爹，今日女儿驳斥司马光的，难道没有道理吗？颇有道理，爹爹都没想到你能说出那一番话，想来这些年还是读了些书的。那爹爹为何如此纵着司马光？这不是让他越发蛮横吗？爹爹纵着的是司马光吗？爹爹是不想让他更恨慧柔。爹爹是知道，《太宗实录》中并未提到相扑，那是我杜撰的。但是之前苏轼杜撰典故来答题，爹爹还夸他不拘一格呢。慧柔，世事无绝对，任何人做事总要顺势而为。好了，今日也够累了，你回去你姐姐阁中休息吧。这次便在宫中多住几日，将养好身体再回去。爹爹，这司马光是不会放过我和怀吉的，对不对？爹爹，我承担做帝女的责任，继续这场父皇制定的婚姻，回去公主宅。
李伟有嘉庆子，那么好的姑娘爱他，他有一日也会爱上她的，会有自己的儿女。而我这一生不会再有男女之情，也不会有自己的孩子，我只有怀吉了。臣犯大错，从未敢想过能再回到公主身边侍奉公主。今官家竟再度托付重任，臣……你之前虽犯过错，但你一直保有一颗纯良的心。在如今这般状况下，还会冒着危险从着火的危楼上救下杨夫人。所以我愿意相信你。相信你以后守护公主的同时，也会尊重驸马，会努力将伤害减至最小。你会不负我的嘱托的，是吗？臣领旨。那么今日，你便陪徽柔回公主宅吧。臣司马光有要事面君，恳请皇帝陛下赐对。官家，同知谏院司马光在外请求赐对。去跟他说，早朝已散，谏官非时不得入对，有事等明日殿上再议。臣已说过，但他不肯离去，坚持说此事不能拖，一定要今日面君进言。他将议何事？他说，是官家让梁先生回燕国公主宅的事。臣司马光有要事面君，恳请皇帝陛下赐对。让张茂泽过来。是。你先下去吧，陪公主回公主宅，行事小心些。臣司马光有要事面君，恳请皇帝陛下赐对。官家，去中书省对韩琦说，自朕下诏命宗室知宗正寺，他始终推辞，要为蒲安义王允让手下。陶陶也多次进宫求皇后，让他们夫妇出京任职。朕看着他长大，陶陶更是皇后养女，是有情分的。不忍为了朝廷，为了天下，这么勉强他们。臣司马光有要事面君，恳请皇帝陛下赐对。是。告诉司马光，朕在尔阴阁见他。是。此事怎能再反复？宗室正是担心官家立此决心，畏惧人言，才做如此姿态。官家若此时再犹豫，官家现在在福宁殿，韩某求官家赐对。官家在尔阴阁接见同知谏院司马光。司马光？他为何事求见官家？为燕国公主家务事。臣先曾上言，说前勾当燕国公主宅内臣梁怀吉，过恶之大，岂不招还？
但未蒙陛下允纳。不想今日，臣等竟然听说陛下让梁怀菊重回公主宅。消息传出，外溢喧哗，无不骇意。你们倒似长了顺风耳，消息十分灵通。关心陛下家国之事，臣等本分，臣等不敢懈怠。哦，那真是辛苦亲了。臣听说，太宗皇帝时，燕王有过失，姚坦必尽谏言。后来那些侍从教唆燕王，谎称有疾，逾越不朝见君父。燕王乳母对太宗说：“大王本没病，只是姚坦管束太严，大王举动不得自由，所以郁郁成疾。”太宗听后大怒，说：“朕选端氏为燕王僚属，是欲教他为善。如今他竟诈疾御朕，主起正人义士，以求自辩，岂能纵容？燕王年少，想不出这种诡计，一定是你们教他的。”于是太宗命人把燕王乳母拖到后院打了数十仗，又招来姚坦，好言未免。太宗如此做，难道是不爱子吗？正是因为爱重其子，才要严厉待他。若纵其所欲，不忍谴责，那是害了他。如今燕国公主受内臣离间，与驸马不协，陛下以效法太宗，训导公主，严惩罪臣，方能使公主悔过，安歇其家。或许陛下觉得，公主地位虽然尊贵，却不过是一介女流，纵有过失，亦不会影响社稷江山。以齐王之事作比，未免失当。臣以为，公主是陛下长女，一举一动都为天下人瞩目。他们的行为，将来是要写进国史，为后人观瞻的。譬如陛下的姑母，齐国羡慕大长公主，仁孝谦恭，奉驸马李氏宗亲也备尽妇道，爱重其夫，无妒忌之行。至今天下人若提起有妇德者，莫不以羡慕公主为首。臣妾以为，陛下教导公主，以太宗皇帝为法，公主侍夫以礼，亦以羡慕公主为法。朕不想让朕的任何一个女儿过姑母那样的生活。臣不明白陛下的意思。齐美做过父亲，自不回头。臣虽未曾生养儿女，却深知国君与寻常人不同，行事将为天下典范。如今陛下取训公主之意，不以礼法约束，以致其无所谓，但出情任性，甚至动辄以性命要挟君父。又但见其夫不知妇道，若陛下一味纵容，将何以在国中推行仁孝礼义之风，做后世表率？朕非尧舜，做不到事事成天下人典范。昭文馆大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琦有急事求见。
望陛下斥逐梁怀吉，让他复归从前贬窜之处。若公主左右之人欲使陛下召回梁怀吉，那便是想教导公主为不善，应悉数之罪全放逐出去；而别则柔和谨慎者，以补其缺口。卿又有何要事？臣为宗室辞知宗正嗣一事求见官家。臣以为，此事万万不可从其所请。官家，诏命岂能出尔反尔？臣以为，宗室请辞，正是担忧圣上心中并不情愿。纵是仁厚之孝，不愿陛下因群臣所迫而择宗世子。朕倒不知，卿是宗室知己。陛下若疑臣与宗室有私，自可请有司勘察。臣句句发自肺腑，便算即可伏诛，亦要禁言。这么多年了，朕因进谏诛过谁，斩过谁，何必言必及一个死字？宗室既如此，又何必逼他？此事非官家私事，不能以私情论之。则宗世子一事，官家既已下诏令，使宗室知宗正嗣，让臣民明悉陛下之愿。如此关乎社稷大事，岂可中途废之？既然如此，卿便也想想办法，怎么说服宗室。官家，娘娘到了。你家又送什么好东西来了？不是我娘家送来的，是涛涛。有给几个公主的小玩意儿，还有就是宗室给官家写的万言长信。他不是不想要，他是怕朕并不想给。他觉得我在试探他，便不敢表现出半分想要来。但是，官家确实是想给他。但我现在不想让群臣安心。人非圣贤，朕做不到不存私情。对徽柔纵容，算得上纵亲见私。而君子们如此破朕，难道就全出自公义？他们想把我装在他们定义的圣君壳子里，还要把朕的女儿放入圣女的壳子里。宗室于他们而言，自也不会是个有血有肉的人。他们不许我们有丝毫私情爱憎，这就是对天下好了。这究竟是为百姓好，还是为满足他们自己的偏执呢？我看，让他们急一急，吵一吵，索性将徽柔的事与宗室的事一起议论，把朕当成因私废公的昏君吧。大臣们确实希望皇室宗亲
都像庙里的菩萨，没有情，更没有欲，只供百姓膜拜学习，不能有私心。方才我在看晏先生的《解厄学》，先生说：“纵情俭思不容也。”是，我纵容惠柔。群臣担忧我因私废公，会更不容他。但是我做不到不纵容他，不可能不呵护他。这私心我丢不掉。天下之大，哪里有真正无私之人？若说为万民做楷模，不该是装作无私，而是如何处置好这份私心罢了。公主，从今而后，若非诏命，臣绝不会离开公主宅。但是，臣也不会再走进公主寝阁。请公主允许臣，在远一点的地方陪伴公主，保护公主。臣离公主远一些，或许可以陪公主久一些。臣深恨自己从前不够清醒，不够克制。走得太近，害公主至此。宗室还是不肯受命至宗正寺。也是人之常情。宗室几进几出之间，心中定多疑惧啊。不如你我二人，就再向陛下请命。诸般利害，官家心中怎会不分明？他亦属宗室，却又不肯下诏立皇子，官家怕是也有他的忧惧在啊。忧惧啊！就算是立了太子，群臣自然也是忠于官家。太子若不孝，自有群臣弹劾进谏，何来忧惧啊？若是官家尚有私心私情，是为群臣所不能容，反复进谏逼迫于他的呢？你说公主一事，公主之事，司马光确实是太过古板了。是天下万民皆敬仰公主，希望她完美无瑕。她若真能像圣女一般，成为天下父母教导女儿妇德的典范，那固然是好。但公主毕竟也是普通女子，做不得那个典范。司马光如此固执，反而把此事弄得沸沸扬扬，让天下人戏论公主的错处，甚至是官家失德。你怎知司马光不愿天下人议论公主错处，官家失德呢？官家、公主做不成他心中圣人的样子。司马光作为谏官，便想让天下人监督批评官家，使他不得任性擅权。官家因此更觉事事被谏官挟持啊。来青菜。公主，驸马求见。我不想见他。公主，求公主给驸马一盏茶的功夫，说几句话。嘉庆子给公主保证，驸马绝不会冒犯公主的。嘉庆子，你们进来吧。
下月就是公主的生辰了，臣想提前送公主一件礼物。这一生，臣能送公主的最后一件礼物，臣想，公主会需要，也一定喜欢。臣从前不自量力，以为可以保护公主、照顾公主，让公主开心。后来才知道，自己便是公主伤心、难过的唯一理由。臣太傻了，害了公主。臣以上书自和，奉主不周，请求外调，这样。公主便可回到晋中，与亲人团聚。臣已恳求哥哥，在臣走后，请官家许臣与公主离绝。这封信是臣亲笔所书，表明臣的心意。你可以与我离绝。臣愿公主从此平安顺遂，喜乐安康。韩相公曾经说过，陛下交代相公寻找我兄弟的下落，但一直没有我弟弟的消息。后来才知道，我弟弟居然被净身入了宫。上天对我家何等不公！陛下并不知此事。我原本得知，弟弟在宫中受官家喜爱，公主看重，也就认了命。可是今日造化弄人，他居然被一众谏官指为祸主妖物，说要官家取他性命。韩相公，原生如今有家有产业，但若为了这唯一的弟弟的性命，这一切都不算什么。他们要杀我弟弟，说是驱妖物，那我便尽我所能，让天下人看看，这盛世之下，我弟弟的遭遇难道就不冤枉吗？你这是在威胁本相。韩相公未做官时，曾拦在我家门口，替我全家挡下街头恶霸。我家虽未能逃脱厄运，但一直感激韩相公
仗义相助。后来小民清理贪官，也依然相信国朝的官大多都如韩相公这样。如今韩相公是首相，我弟弟现在却有性命危险，他会是祸国殃民的奸佞吗？韩相公，如若不是，求求你救救他。韩相公疯了吗？此时告知官家怀其身世，让官家心中痛苦更深。更甚之后，或许官家反而能下定决心，不再纠结，能做了抉择。什么？官家如今自是不忍牺牲怀吉，也不忍公主再受刺激，却又舍不下公主的令命，宗室荣誉左右为难，便想一日日的拖下去，直到拖到有一日，言官终因无望而放弃。这也未必做不到。官家与臣子如此消极对抗，奏章政事一概不问。有件对社稷最要紧的事，等不起了。等不起？韩琦，你如此可对得起官家这多年的厚待？你我皆知，官家心中最要紧的始终是天下平宁四字。官家久病无子，若无皇嗣，天下危矣。我作臣子，自当尽心用命，护持官家心之所系之事。官家若是一时彷徨糊涂了，我自当想方设法，助官家过了这迷障。梁怀吉饥饿如山。哼，怀吉一个内侍而已，便就能饥饿如山了。那大奸巨盗、造反叛国之人，在司马光笔下又如何？还是一天一份札子，那岂不是日日重抄一遍？司马光每日的札子文辞都不同，加的罪过也不尽相同。这么多天下来，惠柔一个女孩家，怀吉一个内侍，仿佛已经能把天下间的罪孽都牵扯上了。什么事？韩相公上了密奏。韩琦，密奏。怀吉是那个梁家幼子。是。叫韩琦来福宁殿。当年官家曾命臣寻找梁家娘子及2个孩子的下落，加以照拂。臣确实曾四处寻找，但是当时房子已经卖给了外地商人，邻里都不知他们母子去向。臣又查了梁娘子祖籍，找到苏州，但是他们已经举家迁走。
臣没有了头绪，只好放弃。直到数年后，在清风楼遇到了袁生。袁生的事，后来朕知道，但是袁亨怎会是怀吉？当年袁生大闹县衙，揪出一众贪官庸官，惊动朝野。但是在当时，袁亨已经被他舅母卖了。臣发现时，袁亨已净身入宫。此事，大内的渎职并无违律之处。但是若让袁生查到与贪官是搅和在一块儿，却免不了又是极大风波。而且，朕明白，你们也都不愿让朕知道。先是因为朕年少时的任性，梁家兄弟失去了父亲，而后又因朝廷的冗官、庸官、贪官，让梁家小儿子永远的残缺了。怀吉若不是净身入宫，也定能考科举，有功名，做个清廉能干、爱民的好官呐。官家，此事巧合颇多，一人自有一人的命数。官家切莫因此事过于伤感。臣禀告官家此事，只因近日言官弹劾公主事，对怀吉口诛笔伐，力主严惩，甚至诛杀者甚多。我从未想过用怀吉的性命去平息言官的议论。张先生，随我入宫。请官家驳回驸马奉主不周的自和，取消外调驸马的诏命，教导公主侍奉公婆，尊敬夫君，严惩内侍梁怀吉。梁怀吉为慕权贵，离间公主驸马，使公主失德，陛下名誉受损，罪恶滔天，当诛。陛下，诛杀梁怀吉，方能使公主离邪佞，断妄念，从此安心为人妻，尊妇德为天下女子表率，如此方为陛下教子之道。请陛下赐死梁怀吉，以平物议。官家，臣将梁怀吉带来了。怀吉，来，袁亨，到朕身边来。
你本名叫梁元亨，入宫才改成了怀吉。这样，你从今日起改回原名，改回你父母给你起的名字。来，元亨。元亨，面向他们，转向他们，不用怕，有朕在。这就是你们要让我杀掉的内侍。你们仔细看看他，他是你们所说的那个离间公主与驸马，妄图从公主身上得到权力、祸国殃民的奸佞吗？中间岂可以外表分辨？人心之所以叵测，亦因奸佞之人也可能会有温良的脾相。他若不奸佞，便不会借着内侍的身份接近公主、蛊惑公主，弄权挑拨，离间公主驸马。那么，卿是以何判断他内心奸佞？公主与驸马离心，这难道不是明证？公主宅中内侍宫人众多，公主与驸马离心，宅中主要侍从皆有不周之处。朕已经将梁全一降职，乳母韩氏外放，元亨也曾放逐西京近1年。朕觉得他们的错已经罚得够了。陛下真的要臣在这大殿上讨论公主是如何失德的吗？你们将你们心中所想的公主的失德蒙上一层轻纱，高举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对朕行礼如仪，高呼陛下圣君，却被奸人蒙蔽。如今若不听从你们的建议，杀掉你们口中的奸人，就要一起拉下这层轻纱，将那失德彻底暴露，是吗？若陛下觉得这是在逼迫官家，自可治臣不敬之罪。但是闻过而谏，是臣身为建国的首要职责，臣不可为怕获罪便不尽职责。闻过而谏，卿认为过在谁？失德之过在公主，纵容之过在官家。但是导致官家与公主有过的首恶是内侍梁怀吉，臣以为祸主之过当诛。不，首恶不是他，他只是有错，错在护主心切乱了方向，
未能劝解公主，只好追随公主，保护她从小看着长大的公主而已。那么，陛下认为首恶是谁？臣以为此事并无首恶。所有的只是不幸之人。公主与驸马不睦，并非受人挑拨，乃是情趣不能相投所致。怀吉，也非媚上邀宠，只是景穆公主。复见公主忧愁哀伤，无计劝慰，只能陪伴。陛下原以为替公主找了份处处都合适的好姻缘，谁想公主竟日益憔悴。陛下千般教导无果，终究是不忍见公主绝望弃世而已。欧阳学士轻轻一句不幸，便要盖过所有过恶。若如此，便不用律例，不用刑罚，不用牢狱了。这官府要判刑判罚，也总要先有苦主才是。有人丢了钱财，就找出窃贼判罚；有人丢了性命，就找出凶手来惩治。公主不敬公婆，陛下已经判下人劝诫不力，侍奉不周，贬黜都监梁全一以下数人，以慰国舅娘子。至于公主与驸马不协，此事两人都有过错，两人皆是苦主。如今驸马自请外调，便是为了终结这不幸。司马四监又何故阻止呢？欧阳学士为顺服圣意，竟如此诡辩，可还对得起君子二字？陛下，立位夫妇之事原不为外人所知，如何处理，应由陛下夫女自己决定。谏臣本不当开说，但如今驸马无故而自和，陛下竟准其所请，将其外调，内臣有罪而得还。闻者惊诧之余，都在猜测其中原因。臣相信，公主自幼蒙陛下悉心教导，娴雅淑慎，不会有势利之举。但万口汲汲，传相机意，福报滋生，在所难免。故臣恳请陛下保全公主姻缘，不使驸马不安。至于良性内侍，即便不加诛杀，也应依旧放逐，如此方可清除流言，公主清誉亦不致受损。臣附议，按附议。臣附议。不，罪不在元亨，他有错亦有功，放逐1年已然够了，朕不会再放逐他。
梁怀吉。好，陛下赐他改回原名。梁元亨，功在哪里？他救了朕爱女的性命。若不是怀吉的陪伴，朕的女儿已经在朕为他选择的婚姻中死去了。朕不会再放逐他了，他的去处，朕早已经打算好，不必卿等操心了。世人皆称陛下为官家，是取三皇观天下、五帝家天下之意。皇帝是以天下为家，天下万民无不是陛下儿女。陛下岂可独爱公主，而将其余子民抛诸脑后？陛下，公主她身份不同，又有宦官从旁蛊惑，今日既可以性命要挟陛下插手其家事，明日即可一样要挟陛下举旗干涉国事。谨防宫闱之变，是祖宗家法重中之重，汉唐教训，陛下不可不引以为戒。请陛下放逐梁元亨。请陛下放逐梁元亨。今日此事就议到这里，请退下来。陛下，臣拒尽肺腑忠言，请陛下三思。请陛下三思。卿想辞官吗？陛下，臣当初10年寒窗，求的不是妖精夜子、出人头地，而是期望可以辅佐一位贤明的君主，以使天下归心，和庆海晏，时和岁丰。如今臣无能，无法说服陛下并权一己私爱，是天下至公之道。将来势必会令陛下蒙受不明事理、罔顾道义的骂名，臣无法禁止，也无地自容，只好殉职谢罪了。
公主，公主，你们不能这样，公主。宝鸡松松万久，千花淡淡妆成。轻烟翠雾照清影，飞絮有丝无地。这是司马思建早年所作之词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。公主，公主，笙歌散回柔，回来。陛下是全然不管礼仪体制，竟然放任公主上殿，来到外臣之中吗？公主，公主，回柔，立刻回来！回去。这首词你是为谁写的？你也有过情爱吗？那词中的女子呢？她在哪？你遗弃她了吗？你是不是觉得爱恨嗔痴都是有罪，人就该活得像个傀儡？我爹爹，我娘娘都应该做最精致美丽的傀儡，供人膜拜。你不管他，你们不管他，他里面，他现在已经白骨嶙峋。卿觉得这样的公主会有什么干涉国事的心思和本事吗？元亨能骗取她的信任，谋取权力，祸害社稷吗？卿真的觉得，若女儿要干涉国事，朕真的会因私害公吗？其实你们都知道，朕不会。朕若真如此独断，卿等根本没有机会据以此进谏。朕若如此不爱惜生命，卿更不会以撞柱来逼迫朕。这确实是一片忠心。朕自知你的忠心，朕也知道，你想以性命来规劝朕，也绝非作为。在你们的心中，不管是用元亨的性命，还是你们的性命，甚至是朕女儿的性命，来维护言官的权威，君王谦虚纳谏的姿态，都是值得的。最终，若将圣君纳谏如流的故事写入史书，成为祖宗家法的一部分，限制后代君王，那么朕的性命也可以牺牲。陛下，臣万死也不可不顾君上啊！
设台谏制度，监督君王执政，约束上位者，是为了避免昏聩、独断、腐败等弊政害民。说到底，维护这重制度，还是为了民生。司马亲家，你说对不对？陛下说的是。朕一出生，便学着做天子，做这全天下人的君父，事事要以天下万民为念。可是朕这一生中，走出这四方城的时候都甚少。朕所了解的疆土、天下万民众生，都来自边界的军报、诸亲的奏书、三司的税务收入和灾情异报。朕从这里去了解朕的子民，可是困苦，可有流离，可遭灾祸，可能安好。还有呢？民在哪里？民其实就在朕的身边。那些内侍，那些宫女，你们口中惑主的怀吉，便生在东京一小户人家，原本也是父母双全，祖母慈祥，兄长疼爱。可是只因朕做的不够好。他父亲祖母去世，随母亲远走旧家，与兄长分离。此后，他随母寄人篱下，勤苦读书，盼有朝一日能金榜题名，做有用之才，也能让母亲过上好生活。却因一场瘟疫，母亲骤然去世。又因贪官与舅母勾结，为贪图他母亲遗产，将10岁的他哄骗近身入宫。这就是你们觉得，为了维护谏言的权威，君王纳谏的姿态可以牺牲掉的性命。你们心里惑主的宦官，正正就是朕所能亲见的黎民百姓，受过冤，挨过苦，却毫无戾气，始终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。你们说他挑拨公主驸马，是公主欺凌婆母的教唆者。然而驸马却亲自作为人证，又留下书信，力证他曾尽全力助驸马得公主之心，还曾在火海之中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公主的婆母。若让朕将这样一个善良的孩子牺牲掉，纳谏2字于朕都成了天大的讥讽。或许真正的明君需要杀伐果断，不能瞻前顾后，但是朕做不到。在朕心中，功绩可以少一些，但要天下平宁，亦不能亲见一个明知无辜的生命被牺牲掉。臣知道陛下心意，在陛下心中，人最是要紧。西夏称帝扰边时候，若陛下再多狠心锁边1年，西夏境内定会饿殍遍野。在谈判时候，就会有更好的条件。但是陛下不忍再见多处落成小山的尸体，哪怕是西夏人的。
新政时候，三荣有了好转，贪腐被控制。再进一步时，怨声载道，党争再起，而天灾频繁。陛下便不敢再强推改革，却想方设法保护庆历时候臣等之事。臣以为，此事既已辨析明了，并无人故意作恶，则不必严惩任何一人。驸马自请外放，便准其所奏，但给予财物，以示陛下关怀抚慰之心。公主未能克制爱恨嗔痴，陷入极端，原本是首过，但念其久病须治，便由陛下接入禁中调养。但损爵位俸禄。至于怀吉，元亨，朕不会放逐元亨。怎么处置他，朕心中自有安排。不伤人伦，不违律例，就不必重情操心了。去衍国公主封号，降为夷国公主。驸马母亲暂归兄长李章处。李章已呈上驸马亲笔书信，待请赐离爵。过一阵，等公主身子好些，朕便下诏，落其驸马都尉，赐金200，以示抚慰，召还京师。众亲，都起来吧。谢陛下。司马亲家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臣最仰望陛下的是爱民之心。陛下一生不愿枉杀一人，一向宽容慈爱。既然有驸马为证，梁元亨不曾为恶，陛下说服了臣，不能以无辜性命及谏官权威保沿路通畅。陛下定会对梁元亨做合适的处置。但是，臣有所不解的是，公主固然可怜，却依然是因其执迷不悟，将公主嫁入陛下生母之家，弥补对娘娘未能尽孝的缺憾。驸马又擅长说话，基有内秀，且朴实正派，这样的婚姻，陛下哪里错了？错的是不听父命的公主。陛下为何不严格教训，令公主回公主宅？陛下若不纵容，公主无法选择，便可保全了婚姻，亦保全了封号，不比如今这样好吗？
因为慧柔是一个人，不是一副看上去完美无缺的悬丝傀儡。娘娘，太叔，你们先出去。是。宗室很聪明，也审慎，至少也是中人之才。以后做天子不会太差。至于能做多好，也看命数。等这件事尘埃落定，我就放心了。官家放下心事来，也许身子就能慢慢好了。总不能让韩相一直就站在院中。我实在病得无力起身，这样见之政，更是失礼。请让大哥替我向官家请罪。陛下，宗室始终不肯受命知宗正嗣，臣以为，这正是他的谦逊谨慎之处。世人皆知，国朝以皇子知宗正嗣，陛下无子，则知宗正嗣者，他日便为皇子，成天下之主。世人贪权爱财，多的是为蝇头小利而不择手段之辈。若说掌国之权，史上不知多少人用性命争夺，而宗室面对如此权力，尚百般逊让，可谓品行高洁。然而，国无储则根基不稳，他既被陛下所选，如此固执，却也显得不够担当了。并非宗室没有担当，他只是孝顺。怕朕内心尚未决定立他为皇储，若知宗正嗣，难免天下人皆以他为皇储，倒不给朕犹豫的机会了。那么，陛下是否已经做了决定？便今日在殿上宣诏，立宗室为皇子。他若不奉此诏，便是违旨之罪了。
马上就要元宵节了，慧柔没念着去看灯吗？他如今哪还有这般心思呀？臣妾也是不明白，官家都已经说服那些言官，我看他们也不会再说什么了。怀吉是个宦官，慧柔现在又病成这样，就一定要让怀吉去前省，不能让他陪在慧柔身边吗？慧柔小时候最喜欢看的就是灯海和百戏，尤其喜欢出宫去看。今日我带她出去看看。带慧柔出城？可今日灯饰还没开始呢。我带她看看那些做灯的人。员外订的300盏花灯啊，粗胚都已经做好了。今日验收呢，如果想加点装饰啊，还正是时候啊。灯是我恩公订的，他们一家从南方来，恰好在东京过元宵。这次不单想逛灯饰，想定制送人，更想看看制灯过程。哈哈，好。弟弟，啊，这是我女儿。平时呢，我经常接待客人，运材料什么的。家里灯方啊，我女儿照看得多。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来。来，请，来，里边请啊，随便看看哈，啊，随便看。这些呢只是骨架，像这些呢就已经是成品了。这屋子里憋闷嘈杂，姑娘您身子金贵，要不进屋子歇歇吧？不必了，我想再看看。你一直在这里。贵客订的急呀，有300盏灯笼要在元宵前赶制出来，又要做的精致，自然是要连夜赶制了。对不住啊，姑娘您这是照顾我们家生意，怎么会对不住呢？要知道呀，您这300盏的定金可以让我们大家好好过一个年，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姑娘家呢。我去给您倒杯茶。哎，天色都快黑了，你这么小，就不要做这么重的活了。这有什么重的？这是最容易的。我今年帮奶奶洗纱，帮姐姐搬纱，花先做完，元宵节的时候就可以去看官家、娘娘和公主了。元宵节去看官家、娘娘和公主，有花海，有百艺，这些算什么？我要看官家、娘娘和公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是官家、娘娘和公主啊。爹爹，你不是想带我看灯？
是想让我看司马光口中的百姓，想让我继续做被他们膜拜瞻仰的泥塑菩萨，对吗？是他们的菩萨，更是阳关的傀儡。你还是想让我把线交到阳关手里，任他们摆布，摆成百姓最想膜拜的样子，对不对？慧柔，爹爹是想让你知道，爹爹不甘心只做庙里的泥塑菩萨，让百姓跪拜，供上香油钱，敬畏有惧吧。爹爹希望我们能成为百姓白日里的太阳，黑夜里的星辰，使他们在这样辛苦艰难的生活里抬起眼就能看见的光。所以爹爹愿意做被眼光握住弦的风筝，供他们敬仰追随，也被他们谨慎地调整方向。因为风筝飞得越高，越容易被吹跑，需要有人时时在地上看着，才会安全稳妥。白日的太阳，黑夜的星辰。可是司马光如此偏执。慧柔，能坚持的人往往容易偏执。司马光虽才华横溢，却不放任风流。他正直清廉、自律，心忧社稷，爱护百姓。正是因为他对百姓的悲悯，才会对你、对我们苛责。他眼里看见百姓的苦，比你所受的苦，我的为难远为深重。就比如方才的姑娘，比如那些洗纱的老妇、会采的大嫂。其实当年元亨，也就是怀吉，他的母亲和祖母便是如此。慧柔，司马光并非无情，他若无情，就不会在爹爹告诉他怀吉的身世之后，却不忍再对他言必成当主了。怀吉，爹爹，若能让我选，我也宁可每日像他们一样辛苦劳作，但是能日日与怀吉在一起。莫说没有人能选择自己的命运，便算是如今爹爹真的放任你去成为他们中的一个，慧柔，你真的能如他们一般辛勤劳作吗？你已经是公主，过了这么多年公主的日子，你便只会做公主，便如同爹爹也只会做官家是一样的。是爹爹不好，爹爹不该只让你诵读那些字句漂亮的诗赋，画花画鸟，也不该因为疼你，不让你承担该有的责任。该让你去读白居易的《可怜身上衣正单，心忧叹见怨天寒》，也该让你去读范仲淹的“君看一叶舟，出没风波里”。司马光同他们一样，
所有的怜惜与同情都在这些百姓身上。他最终是太过偏激了。可是慧柔，你想想，若非你太过任性偏激，爹爹对你纵容，司马光亦不会如此。你若继续任性偏执，司马光未必不会再偏执起来。就算没有司马光，还有其他言官。这些为了社稷而偏执的臣子，是国朝的支柱和脊梁。爹爹不会听从他们偏执的要求去伤害无辜的怀吉，却也不能让你的任性使他们继续偏执下去。于公伤社稷，于私，爹爹保护不了你一辈子。如今，爹爹无论如何都不会去伤害怀吉。可你若执意要留他在身边，那他最终在旁人心中，便不会再是那个受尽苦难的百姓，而是诱惑公主的内臣。你真的以为可以保护他？爹爹，让怀吉走吧。儿若便只求你一件事，让他从这孤城出去，让他出去，替我到城外去看看外面的模样，感受外面的苦乐。只要他好，我与他永不相见。慧柔，爹爹已经让毛泽送怀吉与他哥哥相去了。从此以后，怀吉不再是怀吉，他是梁家元后。今日今日，天为先死，命不已在，古月高高在上。只将绝世今在兹，微雨相思，不从今之。日久月将学有同心，与光明错失自见。难受啊。其实，如果有来生，我还是想做官家的。
官家要什么？臣来找。还记得吧？很久了，很久了。当时还是环儿拿了娘娘的话来，我们那时候特别希望官家能够知道娘娘的心意。叫皇后来，让她带上酒，我要给她醉一场。是。官家，官家，太医，这是官家年轻时说的话，官家竟然在那时心中便有了臣妾。
官家。你带我走！你带我走！你带我走！儿子。娘娘知道，官家心中最重的是社稷安稳，天下平宁，百姓安乐。官家心中最重的是社稷安稳，天下平宁，百姓安乐。官家心中最重的是社稷安稳，天下平宁，百姓安乐。孟泽，你亲自去迎宗师入宫。廖子，你去请韩相公来。左弼宫门严守消息，宫中有违令者，立诛。朕贺国大统46年，常据匪粮，不足以成祖宗之宏烈。然兵修民敬，抵于批评，故朕何得以堪之？乃自春以来，激勤爽御，今至大建，恐不得复以见群臣。皇子属以天性之爱，朝夕寝闻，未始稍懈。况聪之明锐，朕素有承嗣之托矣。夫岂不顺天人之望哉？可就前即皇帝位。六爷，皇后以坤阿茶竟没有机会再与你把酒行令，道一句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了。宜尊皇后，但是阿茶却一定记住你所说的，你我一生自有这千里江山如画，需悉心守护。丧服以日翌月，山陵制度，务从简约。在外群臣，只于本处举哀，不得擅离治所。承服3日而出，应沿边州镇皆以金阁从事，不用举哀。呜呼！死生之际，唯圣为能达其归。审天之保命，不坠于我友邦，更赖文武列弼，夫妻不逮。朕何歉言？自而中外，体与至怀，
主者施行。娘娘，姐姐，爹爹还没回来吗？他是不是又被大臣抓住不放？爹爹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他会带怀吉来吗？我想让他陪我画画。我们回去吧，一会儿爹爹娘娘该担心了。
他这样也好吧。我还记得很早很早以前，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，那日我成了刘根的娘子，我就在心里对自己说，我要陪他一辈子，安安静静的，不给他添任何麻烦的，陪他一辈子。哪怕他觉得我无趣，哪怕我再也不会唤他柳哥，可那时候我想，哪儿那么容易啊？一辈子那么长，娘娘。我竟然做到了，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姐姐没事儿。你爹爹操劳国事，已经很久没来看姐姐和慧柔了，姐姐就是想他了。爹爹操劳，都春天了，他也没有空去听婴儿唱歌。不过我画了婴儿风筝，我还写了爹爹那日教我的那首诗：可怜身上衣正单，心忧叹见怨天寒。我记住了，我都记住了。不过我不要写上这个，我要写这几句。皇帝龙兴，徐出为榻。臣坐太极，周开长河。皇帝圣明，四时朝觐，锦绣臣职，四夷走马，追登前层，交相告谕，皇帝神武，借兵修功，永为蜀国。皇帝一举，群臣设宴，诸侯为宴。其实石介并不是在歌颂朕的伟业，而是在描写他心中所渴望的。但是朕渐渐明白，朕做不到。朕竭尽全力，能给朝堂的只是平衡，而能给百姓的不过平民而已。